是空间个包容，阮的一直拢做无工课，偏偏搁拄着车祸。举在爱心仓储陪您度过难关。社会局建制公益平台串联各界善心资源，以设置共10处食物银行分行及16。为了让市民清楚知影台南伫社区、伫志工、伫照顾幼儿老人以及妇幼安全等8项重点的政策，小局伫记者会中用搬戏的方式要演予大家看。其中，演者超个人社会如何扩大长期照顾的资源，结合民间力量和长辈在地安老，拢是迫切需要做的。今天是我们社会局的成果发表，我们用8个字来做一个 slogan 就是社福有爱，及时守护。那这8大项，那涉及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照顾，就是从婴儿出生到最后有的长照的一个协助了哈。那未来的话，我们是整个的话是朝向明年的话是从这个做基础，就包括了我们的托婴托育，包括我们的长期照顾的一个及时这个出院的准备的一个协助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辅具的2手，还有包括街友的部分。那我们从这个8个大的项目的 slogan 呢，由我们这个老屋各科呢来做一个扩大。那明年的话，我们会从这个做基础呢，那扩大到社会安全网的部分。那就针对这个部分呢，再来做一个结合各局处，包括了教育局、卫生局，还有警察局，还有劳工局等等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未来明年的话，扩大是要做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部分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让整个通报系统的一个完整，那趋向于比较整体面的一个协助了哈。那我们从12个家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呢，明年会扩大，就变成我们的独老的部分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牧龄志工的一个募集媒合，然后透过这个牧龄志工呢，让那个有一种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部分呢，来接触到，让整个独老的部分接受更他的照顾，然后再把整个这个物资银行的整个部件，那把它具体化。原本小局所服务的是专人，地对婴儿出世到高龄时段，保障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的基本需求。特别若是弱势、独居，还是身心障碍朋友，更是关心的焦点。小局表示，台南就是一个大家庭，要让每一个人感受亲像家己厝同款温暖的社会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